台中有一口罩5个人，若像互诈骗行底多，这涉嫌诈骗2个关键人去互检方叫去问过。即阵嘛有别受害者跳出来讲家己互骗去，呼吁大家都要注意这2个嫌犯。伫无甲吹暗出来，台中丰原姓王的一家5个人，疑似犯罪黄金投资甲团购诈骗。这次拢是伫个细厝所在，下小姐看到新闻，发现家己也同款色彩，故中牵线小界的市场的美容师，甲负责团购黄金的姓李的查某人，警觉可能受骗，由面大陪伴出面呼吁大家警戒。这个新闻就是才想说，那这个可能就是也是跟我一样遇到诈骗这样。正常进行当中的话，是有到大概应该有快有100多万。钓鱼式的团购，再来就会进入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去借高利贷的借款，再来最后一步就是暴力讨债。这整个一个循环，就是这个王家五口命案最重要的结构。台中市关社市长表示，这是新的钓鱼式诈骗的手法，用团购黄金投资抽卡米线做诱致，资金无够的煽动用房车抵押，当地借钱，最后还袂出钱，佫无得讨债的模式。丰原分局证实，涉案的关键人物，县长的美容师甲姓李的查某人，此时已经传唤到案。县长的查某人依早起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复讯，有伫限制自己释回。专案小组于昨7月4号已经通知关键对象到案，并于讯问后移送台中地检署复讯。李姓犯嫌于警方调查过程中因身体不适就医治疗，未送复讯。另张姓犯嫌经检察官复讯之后，认定尚无羁押之必要，预知限制住居。检方表示，涉案嫌犯伫调查过程中，因为身体无爽快，送去治疗，无送复讯。警方强调，会继续针对相关事件扩大调查，早日调查清楚案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